傳咗好多腳㗎啦。好啦，足夠人喺度㗎，小心㗎啦，吸翻轉頭右腳，個波彎到埋去遠處位再 set 危險。最後呢個波就俾佢搏到啊！咁樣 set 埋嚟，10號嘅拉基賀森嘅入波啊，慘啊！呢個波咧 set 埋嚟嘅時間亦都係夠快啊，佢起碼出腳。好啦，1-1啊，重新嚟過啦嚇。拉基賀森嘅入球協助作嘅孟加拉追成1-1平手先。咁但係孟加拉球員就非常之興奮啊嚇！11個打10個之下，亦都把握到一次機會。其實成場拉基賀森黃金餐市又唔係太多。再睇多次啊！長傳轉向啦，空晒個波 set 埋嚟，配合到啊！佢係飆得好快，真㗎拉基賀森。先係法希馬左擺右擺，擺脱咗艾華頓，送長傳呢邊伊斯林 set 到埋嚟，然之後插埋去，搶快一步先啊！拉基賀森。